前日咧行惠康嘅凍肉位咧，發現呢包65蚊嘅豬肋骨價錢可以接受啊，所以咧買咗包試下，一包咧大約有10條骨，脂肪嘅比例咧唔算多啊，3條骨為一組，切開嘅話咧都可以有3嚿嘅。我今次咧就鋪錫紙去煮，但記得咧唔可以乾燒啊，錫紙下邊咧一定要加水。以之前嘅經驗咧，豬肋骨加醬汁直接落鑊煮咧，醬汁咧好容易黐住個鑊，同好快燶晒啊！之後咧又難洗喎，豬肋骨煮到全熟咧，我就會開始加醬汁啦。今次選用韓式醬汁，我自己咧就會加少少水，因為個醬汁咧比較結身啊。加咗醬汁之後咧，再煮大約10分鐘左右，煮到收晒汁，咁就可以上碟噶啦。咁當然想再快啲咧，就梗係可以選擇用焗爐啦。用焗爐咧當然係快啲，但係我就覺得咧肉質偏乾啊。鋪錫紙再加水去煮咧，我覺得肉質會嫩身翻少少，冇咁乾同冇咁柴啊。